Hello 大家，我係雷叔。樂活人生係由雷叔的退休生活出品。呢個系列講嘅唔止係退休，仲係人生後半場嘅感情、健康同覺醒。今日想傾嘅話題係退休之後點解界線更加重要？你有冇發現一到退休，好多人突然變咗免費資源，幫孫、幫仔女、幫鄰居、幫朋友、幫大廈、幫社區，好似你一唔返工，你就自動變成香港最後一個義工。但講句真心話，退休之後最容易出現嘅疲勞，唔係身體，而係心攰。我見過好多退休嘅朋友，明明想享受生活，但因為唔識講唔得，成日被安排、被需求、被分配，慢慢由退休享受人生變成免費外判中心。今日我想講嘅就係界線感，唔係自私，唔係冷漠，而係保護你人生後半場嘅尊嚴同自由。第一，冇界線等於冇自己。退休前你有公司、有角色、有職位、有身份；退休後你身份突然變得模糊。呢個時候，如果你唔幫自己劃界線，人哋自然幫你劃。於是你會聽到呢啲：你依家唔返工啦，幫下我啦；你最得閒假啦，出嚟陪下我；小朋友放學你接下啦，反正你都喺屋企。好聽叫信任，難聽叫視你為理所當然。冇界線嘅人，人生好快變成別人嘅 schedule。但我想講一句，你退休係想過生活，唔係被人使用。界線感嘅第一步就係，你有權得閒，你有權選擇，你有權話唔好意思。第二，界線感唔係拒絕，而係自我管理。好多人聽到界線兩個字，就覺得係拒人於千里之外。但其實界線感嘅真義係，我願意幫，但唔係無條件。我可以陪，但要喺我能力之內。例如，仔女叫你每日睇孫，你可以講一星期2日冇問題，其餘日子我安排咗自己嘅生活。朋友叫你幫忙搬嘢，你可以講我可以幫你諗方法，但搬重嘢我做唔到。鄰居叫你一齊去興趣班，你可以講多謝你，但我中意自己嘅節奏。界線唔係冷漠，係成熟。界線唔係拒絕，係尊重自己同尊重對方。你唔需要因為講唔得而覺得內疚，因為人生後半場，你嘅責任唔再係滿足世界，而係守住自己嘅健康、自由同內心嘅平衡。第三，冇界線的人係最容易被情緒綁架嘅人。你有冇試過，明明唔想做，但經人哋唔開心，就硬食落去？最後唔止攰，仲會覺得人哋唔體諒你。呢個就係典型嘅低界線模式。心理學有句說話，界線弱的人最怕衝突，但最後卻活在最大衝突裏。因為你唔敢表達需求，人哋唔知道你唔舒服；你唔想拒絕，人哋以為你願意。最後嘅結果係你攰，你唔開心，你失去自我。退休後嘅界線更重要，因為你嘅身體冇以前咁快復原，你嘅情緒冇以前咁能頂，你嘅時間唔再係剩餘，而係全部都係寶貴。劃界線不等於拒絕別人，只係唔拒絕自己。根據 Stanford Center for Longevity 嘅研究，Older adults with clear personal boundaries report 37% higher emotional well-being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stress。簡單講，有界線嘅人心情更穩定，壓力更低，幸福感更高。界線唔係一種態度，而係一種長壽策略。我有個好朋友阿強，65歲退休，佢一開始仲好興奮，以為可以周圍玩，點知1年之後，
整個人憔悴到好似返工返足60年咁。因為佢啲子女將佢設計成全職外公，每日7點起身去接孫，下午教功課，夜晚幫照顧到8點先返屋企。我問佢：你唔覺得攰咩？佢話：梗係覺得啦，但佢哋咁辛苦，我唔好意思講。有一日佢身體頂唔順，差啲暈低，醫生一句：你唔係老化，你係過勞。嗰刻佢終於醒返去同仔女講：我愛孫，但我唔能夠每日照顧，我要過返自己嘅生活。仔女唔但冇嬲，仲話：爸，你早講吖嘛，唔使俾自己辛苦到咁。之後嘅強哥精神爽利，日日行山、飲茶、去學書法，生活好過以前好多。呢個故事講明一件事：界線唔係傷害人，而係避免傷害自己。講得清楚，反而大家更舒服。人生走到後半場，你唔需要再爭贏啲乜，但你一定要學識守住自己嘅時間、精力、情緒同尊嚴。記住，界線唔係牆，界線係門。你決定邊個可以入，邊個要等一等。今日送你一句金句：講得清楚，唔代表無情；唔講清楚，先會冇情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覺得有用，唔該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分享俾朋友，一齊活得自在，做自己，開心啲，睇開啲，樂活人生。我係雷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